對於遍佈東亞內外嘅幾十億人嚟講，耶穌仲係非常嘅陌生。當地冇教會，冇母語聖經，佢哋一生都冇遇過基督徒。如果冇人去嗰度，佢哋又點能夠聽見福音呢？我哋係 OMF， 一個國際性嘅基督徒團契，向東亞萬民分享耶穌，並且陪伴佢哋將福音繼續傳到地極。喺過往160個年頭，我哋跟隨上帝嘅呼召，跨越文化，建立關係，分享耶穌嘅福音。今日東亞萬民散居喺世界各地，但係無論佢哋身處喺邊度，佢哋都需要福音，都需要認識基督帶嚟嘅盼望。我哋為此出發，去愛佢哋，學習佢哋嘅語言，將亙古不變嘅福音同佢哋豐富多樣嘅文化相結連，喺話語或者生活裏頭彰顯基督，讓福音唔止被聽見，而係被睇到、感覺到、理解到，喺生活當中活出嚟。我哋栽植信仰嘅種子，我哋與東亞教會同行，一齊學習，一齊成長。唔單止係初步嘅接觸，而係建立門徒，幫助新基督徒將福音帶俾佢哋嘅家人、社群以及成個世界。你有好多方法可以加入我哋嘅行列。你可以祈禱，為教會嘅成長祈禱；你可以接待身邊嘅東亞人；你亦都可以激勵，你亦都可以差派，讓更多人出去。更加你可以出發，親自踏上旅程。上帝正喺東亞動工，你點樣成為佢故事嘅一部分呢？